下來繼續來看雲林的拿來鄉，針對着舉辦店，每一年都會舉辦生態活動。這幾年因為石虎在拿來出現的數量增加，所以今年嘛把石虎加入到生態季，推出着虎蝶節。2026拿來虎蝶節開幕了，就這個活動，讓大家了解拿來的生態之美。因為我們林內有石虎，而是全台灣石虎唯一微幅增加的這個鄉鎮，所以我們結合我們的林內三寶石虎、紫斑蝶、八色鳥，變成我們林內的蝴蝶節。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，我們也跟大家宣導這個生態教育。歡迎哈，咱全國好朋友哈，跟我們來啊！來欣賞咱的紫斑蝶，食阮地方的這個特產。現場嘛有真濟無同的單位來擺攤啊，做環境教育。咱的龍過脈這一線，還有到我們的平頂後山土地公廟，那一線都會有。對那個石虎有興趣，蠻好的，讓更多人知道石虎快滅絕。因為氣候的關係，路上面那個蝶都是滿天飛，可是到目前還沒有看到。在4月25，還有一場熟悉生態活動，主辦單位歡迎民眾做回來參加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